看较轻松的消息，鱼池乡农会为了替这比赛茶找到上适合的茶仓，也是放茶仓库，真系就费尽苦心，最后选定由在地这个涉水油所做出来肥啊，这个红呢，作为今年红茶特等奖的这个茶仓，这嘛有传承意义。 这摆红茶评鉴得顶奖的茶仓是专工使用习水药来作为得顶奖红茶茶仓。那今年呢比较特殊，我们用我们鱼池在地的涉水窑，然后我们在地苏文凯师傅他所做的一个涉水窑的窑土，来装我们今年特等茶的茶仓。鱼池乡农会得顶红茶茶仓自国外找回来国内，上尾也是经鱼池在地习水药特别有意义。 这地的茶枪，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也是特别对在地里也算是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啦。茶仓除了是茶米的厝，嘛是艺术品。这摆专工使用在地习水药的草肥，嘛特别有意义。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